各位朋友你好，今日我哋想介紹個短片俾大家分享，因為我今日同朋友適逢嚟到南街一個迪士尼樂園玩，而家我用呢個錄影緊咧，就係話我都係用緊一個輪椅嘅，咁然之後我一路行一路錄影，咁其實最滿意地方咧就係話，當你嚟到呢個地方嘅時候咧，你都會發覺好新鮮，就係話呢一個洗手間係絕對適合所有輪椅、自動輪椅同埋一般我哋所謂嘅 Scooter， 即係叫殘障人士自動車，都能夠入到去係活動自如嘅。而呢個洗手間嘅特徵咧就係話好闊落，足夠一個輪椅喺邊氹氹轉，可以360度旋轉。首先你見到呢個係一個廁所啦，有晒扶手柄係方便輪椅使用者。呢一個嘅洗手盆咧，其實專登改裝係可以啱啱嗰個輪椅使用。嗱，你望下，好大、好靚、好靚、好靚，係咪？有畫啦，同埋呢一張咧，就係方便輪椅過嚟坐喺個板度沖涼嘅嘢，可以折埋，可以拎起佢，所以十分之方便。其實呢一個沖涼地方咧，順便都介紹埋。有扶手啦，呢有一條扶手，上面呢扎咧就係一啲嘅沖涼嘅用具，蓮花灑嗰條喉咧都好長啊，而地下咧都係有一啲防濺膠我哋防住嘅，因為有個肉簾，拉埋嘅時候咧，就輪椅板呢度咧就唔會濕啦。嗱，而家你睇下我呢度咧，可以喺度自動用個輪椅旋轉360度，睇你話係咪好大咧？其實咧都好多謝呢個殘障資訊網咧，俾我能夠將啲短片同大家分享。所以如果大家朋友你哋如果係去到出邊玩，而係極之方便輪椅嘅時候，我哋都好想同你分享下，或者你都可以擺上我一齊分享，讓我哋殘障人士朋友都可以一齊去唔同地方去玩。好，有機會再分享其他嘅短片大家睇，拜拜。